又搁出现劳工争议事件，这国内专门咧做员工上下班系统业者讲，最近有真侪糖抢员工，拢投诉讲公司不准因请假，下班搁留话，互员工爱处理工课代志等等，要求糖市政府都要严查，依法来裁罚。捍卫劳工离线权，捍卫劳工离线权。大社会保卫劳工理所权，劳工含导团日透早伫劳工教育大楼头前抗议上合行。下班了后，厂长继续伫通讯软体要求员工协助排除工作的问题，又搁无互因加班，要求糖市府明查，依法裁罚。我先生下班之后处理孩子的当中，还要处理工作上的事情，已经占用家庭的时间。我们劳工离线权的部分，其实还有很多的雇主没有这样子的法律概念。下班公司还会再来打电话说什么赶快回电，或者是说在那个上面有非常多的讯息，就是说，请问哪一件事情，这个怎么处理，处理到哪边？有关劳工离线权，劳团表示，法国伫2016年就明定伫劳动的相关法令内底，美国和其他国家也有相关的讨论。台湾煞慢其他国家真侪年，要求主管机关重视。针对全国出名的财经系统业者上合行最近突发牵抢的争议，劳团认为讲，主管伫下班了后，伫通讯软体交办工作应该立即加班。对此，资方代表无愿意受访。商和行股份有限公司因为调动及资遣费、非自愿离职证明书，还有加班费的争议，申请劳资争议调解。那并在今天要召开劳资争议调解委员会。劳动局表示，除了劳资争议调解，劳动检察处也伫20早受理上合行无理由唔批准员工请特休，佮有牵连到无依法付加班费等数项的检举案，会派员实施劳动检查，并且依法查处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